再来看台湾心看世界，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这个达赖喇嘛，这个今年已经87岁啊。这个昨这个讲呢，包括后来为这个影星理查基的等人，拢伫西藏流亡政府这个所在地叫达兰萨拉替伊个做生日。因过这过2个月时，达赖本人无伫现场。因过理查基的议员表示讲，40年前伊头一摆见到这个达赖喇嘛，伊的人生就改变啊。 印度西北部山区西藏流亡政府的达兰萨拉，听会到西藏的传统音乐。大家跳传统舞蹈，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过生日。一条生日快乐歌唱出无限的祝福。除了在场的歌星以外，都是后来有影星理查基尔上显目。伊分享一块予达赖喇嘛的鸡卵糕，而且感念达赖喇嘛。 I met 40 years ago in Dharamsala. The first time that I was able to mee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, and which clearly changed my life. 要来过台湾访问3摆的达赖喇嘛，85岁过生日的时，捌下一个愿，希望会当过访问台湾。可惜即马达赖喇嘛的体力已经无像用过，即马需要靠人家扶。不过伊的思考犹原真清楚，捌听过伊讲护法的人拢感觉得到真侪启示。His Holiness is our inspiration. So yeah, that's why we are here to hear for his teachings. 第14世达赖喇嘛1959年因为反抗中国统治流亡印度，而且伫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，因为追求恢复了解决西藏问题，所以伫198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